有够看到人足欢喜的。三甲内串联圣诗237首，一切因光无归互阮。互咱先听琴来甲咱弹一遍。咱搁听一遍，注意听哦。好，咱来吟第一站，来开始。一切阳光无归互阮，就归主你生命。下属着我帮双款，空有上帝模样。第二站，咱主上帝名的宝座。这是迄个第二行琴，搁弹一遍。主的人也着苦楚，伊要赐福落来。互咱第三个唱一遍，来。正以色列人着苦楚，罪人帮咱顶拜。这是咱小等礼拜开始要唱的圣诗《乌罗祖》。牧师讲道煞，咱要回应诗157首。我心，我心无救主耶稣。这首诗真有名吼。伊是迄个苏格兰的诗人牧师 Horatius Bonar。我看伊的背景真精彩吼。伊1808年12月19号出世。伊是19世纪苏格兰的牧师甲诗人。波纳伊是伫迄个苏格兰的首府，就是爱丁堡。迄个爱丁堡，咱若去爱丁堡，迄个古堡足水吼。伊读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院毕业。伊的家族足有名，伊的家族伫苏格兰的教会拢总做牧师有364年久，所以几啊代做牧师。波纳伊本来是伫迄个苏格兰长老会，对神学院毕业以后，伊受派到庄卡去牧会，迄个庄卡真爽香，迄代百姓阁有较粗鲁，较无受教育，所以伫遐真辛苦。但是伊真用心去牧会，所以伊伫即个真爽朗的所在带领即个教会复兴，对伊的灵命有足大的即个操练。特别是伫伊圣诗这方面的贡献，伊是迄一代的大诗人，伊的诗一直流传到今，伊拢总有迄个写有
5部的迄个诗集，啊，拢总有600几首，所以称做即个苏格兰的圣诗之王。啊，伊写诗的时阵有一个真特别吼，咱一般写诗有时会将家己的感受、经验来写出来，但是伊写遐尼多的诗，伊拢是真专心，带领即个读者到伫上帝信仰即款的经历。哦，所以伊拢无看家己的即款的才能。啊，我查咱即摆的新圣诗中间，拢总有9首，哦是即个波纳伊所写。啊，这9首中间，拢无共款的作曲家，作曲家来为伊的诗来作曲，啊，拢足好听的，咱拢足熟悉的。像583首，原主春里献唱，哦，这首咱真熟。啊，510首，温存做工，无嫌劳苦，那么就是356首，主，我哪就君爱见你的面；322首，我情哪有袂实；179首，因光归伫圣父上帝；157首就是今仔日，我心无救主耶稣；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哦，这咱嘛真熟。110首，乌鲁阳光尊贵甲关系；34首，天父上帝至大人来，哦，所以咱感觉唱波纳的即个诗，感觉会甲伊做伙，或是即个伊上帝互伊的伫19世纪会当活到81岁，哦，所以是上帝真尽忠的路途。好，这首诗咱听琴来弹一遍。
家。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伊个命令阮传予百姓，干净即个是上主所立定，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众先知也为着伊做干净，就是凡那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着罪赦。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37首，圣诗237首，请起立。
即时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基督，上帝就是咱的主，对信心投胎，对在西里玛利亚出世，土地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雨，会使恁对世人中国话，像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诗篇2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大官灵的囝啊，恁着将阳光快乐归互上主，归互上主。上主的声伫水面，阳光的上帝起雷，上主伫济济水的顶面。上主的声拍击八香枪，上主拍喙黎巴嫩的八香枪。上主的声，互火焰温彻；上主的声，震动旷野；上主震动加地斯的旷野。也互树林。囡仔伫淡拢讲阳光，大水泛滥的时，上主坐咧做王，伫教养。上主要赏赐快乐，互伊的百姓。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充满慈爱、满有快乐、安慰医治的上帝。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守甲带领，互阮经历你的恩典，回顾阮过去的一年。无论是欢喜的事，还是悲伤困难的事，阮拢伫遮的事内底来领受你的恩典、安慰甲扶持，对你得到快乐，感受到你的同在。过去的一年，阮有软弱的事，嘛有因为自私、骄傲、懒惰甲逐款心智的软弱来伤害着别人，甲别人发生冲突的事。因为遮个事，阮心内艰苦，失去信心。阮也有身体的软弱，因为身体的病痛，因为无闲，因为忝来失去望甲喜乐。但是因为阮明白你，有你甲阮伫地，嘛有信心伫阮软弱的时阵，甲阮讲话，光照阮的内心，互阮反省，互阮有智慧。带领阮行伫正确的路上，是阮软弱的时的倚靠甲帮衬，嘛使互阮望甲智慧，互阮心内有平安。新的一年，求你帮助阮原谅过去的伤害，脱离过去罪的捆绑，用自由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也嘛求你赐互阮智慧，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更较明白你的旨意。求你帮助阮，愿意用更较侪时间来读经、祈祷、亲近你，甲你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互阮讲的话、做的事、想的事，拢会当更较亲像你，合主你的心意，为着你做见证。互阮伫教会、伫家庭、伫工作中，拢会当成做你忠心、负责任、充满疼的管家。互阮成做别人的帮衬甲祝福，面对未来的挑战甲无确定，阮嘛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相信，无论未来安怎，拢是你的安排。阮相信你的安排拢是上适合阮的。你有你的旨意，阮愿意顺服你。
主啊，阮将阮新的一年完全交托互你，求你看顾。阮嘛要继续来跟缀你，甲你同行。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习惯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第13节到第17节。迄时，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近约翰，要对伊受洗礼。若是约翰阻止伊讲：“我合该对你受洗礼，你反倒就近我吗？”耶稣应伊讲：“当请阮我，因为咱合意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就问伊。耶稣已经受洗礼，连比对水上来，天忽然为着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神亲像镜仔降临伫伊的顶面，搁对天有声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履行全部的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2026年的头一个主日，咱做伙伫遮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话。愿望伫今年，咱嘛会当伫主的面前定心来立志。咱愿望毋是一个做一个真习惯的基督徒，咱愿望咱每一个时刻会当对主的话来得到提醒。因为伫咱的生活中间，咱要拄着遮个无合理的代志实在是太多啊。亲像咱若看即个电视也是气象的报告，明明讲今仔日袂落雨，但是突然间就一阵雨来，互无带雨伞出门的咱，会当是讲压甲规身躯澹高高。也亲像有诶，咱兄弟姊妹若是伫公司食头路的，有可能你要头家所做的报告，拢已经做好准备，信心满满。但是无想到第2天，你身躯较无爽快，无法度照平常的时你去发挥。咱嘛无人会想到，伫12月中出入台北车头，也是中山站，也是百货公司的遐个人，因照因平常的路线伫行路，较出现即个随机的杀人的事件。所以面对生活中间遮真侪无合理、咱想袂到的代志，有时阵咱会去找机会，咱会去找解说来家己来讲一个合理的解说。譬如讲，咱会甲家己讲啊，这一切拢有上帝好的安排。但是有诶代志，无论咱安怎想、安怎找，咱嘛无法度找到一个会当互家己满意的答案。亲像今仔日这段圣经节，就是一段咱无法度解说，也是虽然会当解说，但是也可能无法度完全解决咱疑问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为虾米要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咱顶一次有讲过，来到约旦河找行洗礼约翰洗礼遮个人，拢是承认家己犯罪，需要借着洗礼来悔改认罪的人。但是耶稣无罪，伊敢需要认罪悔改洗礼？这个问题毋若是咱的困扰，嘛是互初代教会真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就伫某一天，耶稣就安尼来到约旦河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对看见即件代志的人来讲，因自然会认为耶稣不过就是遐做来接受洗礼的人中间的一位。安尼的人哪有可能是安尼的人哪有可能是弥赛亚咧？安尼的人应该不过是一个追随行洗礼约翰其中的一个学生吧。但是行洗礼约翰伊看见耶稣来，伊非常清楚家己的角色。伊是在替弥赛亚备办道路的，所以行洗礼约翰伊拒绝，伊讲：“我合该对你受洗礼，你反倒就近我吗？”哇！弥赛亚来找伊，来领伊的洗礼，这对行洗礼约翰来讲是非常无合理的代志，是伊非常无法度解说理解的代志。但是耶稣应伊讲：“当请问我。”因为咱合宜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即句话非常的特别。因为咱若看有记载耶稣洗礼的3本福音册，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3本福音册拢有记载耶稣洗礼这项代志。但是只有马太有记即句话，但是行洗礼约翰
敢真正是会当明白耶稣的用意？伊敢真正了解什么叫做隆重的义？有的圣经日本会将义这个字翻译做礼，就是礼仪的礼。但是这个礼毋是指礼仪，也毋是指一个信徒加入教会即种真大家庭、真温暖的即种仪式。因为马太福音的义，毋是在讲个人的因信称义，嘛毋是讲我家己得救就好的迄个义。马太福音所讲的义，是讲人伫艰难、困苦、无法度明白、无法度理解中间的时，犹原坚持对上帝完全的信靠。为什么咱会当对义会当有安尼的一种解说甲定义？咱敢会记得伫马太福音内面第一个互人称作义人的是啥？就是耶稣的老爸约瑟。虽然伫人的眼光来看，约瑟伫道德方面毋是完全，毋是一个无缺点的人，但是伊会奉称作是义人，是因为伊知影伊还未娶过门的即个玛利亚已经有身了后，原本伊会当真光明正大宣布讲我要停止即阵的婚约，但是伊无安尼做，伊有经过思考，因为伊想要将伤害降到上低。好佳在真伫伊真恶伫做选择的时，上帝出现伫伊梦中，最后伊选择的是顺探上帝的心意，伊带玛利亚过门。所以虽然约瑟伫无明白伫惊吓内面，但是约瑟犹原将上帝的心意放伫上悬的位置，所以圣经称伊做义人。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耶稣讲，伊受惊洗礼，约翰的洗是真隆重的义。耶稣毋是留一种洗礼的定数，也是信主的 SOP 互咱。耶稣领约翰的洗礼，是伊知影伊家己的使命，就是爱进入世界来服侍。但是伊嘛知影，等伫伊面头前的，毋是一件真简单的路，甚至有时伊嘛会拄着伊无法度明白的代志，亲像耶稣伫受难进前，伊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伊安怎讲？伊讲：我的爸啊，若会做得，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耶稣伊无法度明白理解为虾米伊会拄着安尼的代志，但是伊愿意顺探上帝，伊愿意背起即个真痛苦的十字架。所以耶稣虽然无需要认罪悔改，但是伊选择伫伊开始服侍进前，甲其他的人、甲所有的人共款来领受洗礼。这就是咧表明，伊无享受伊是神的特权，伊愿意甲咱共款去面对生活甲生命中间的艰难甲痛苦，但是。伊嘛坚定相信上帝绝对袂弃杀伊，所以耶稣伫伊生命过程内面，伊亲自实践什么叫做真正的义。兄弟姊妹，这嘛伫提醒咱伫艰难的时，敢嘛愿意坚持，并且信靠上帝咧。大家敢会记得伫2礼拜前，我甲大家分享有一个小姐敲电话来教会。请我为伊祈祷的代志咧。伫迄摆，伊爱我替伊祈祷，讲，请牧师你替我祈祷好的代志，就是你毋通讲着苦难，毋通讲着试炼遮真痛苦的代志。但是迄摆我甲伊回讲，安尼信仰毋是我的信仰，所以伊啥物拢无讲，就将电话切断。无想到还有第2集。几工前，我阁接到伊的电话，伊爱我替伊加持，伊讲牧师，你会当替我加持祈祷无？我讲我毋是上帝，只有上帝才会当祝福你。我就问伊讲，你会当讲较明确的，我才知影安怎替你祈祷。伊回答我讲，互我有智慧，会当选择正确的道路。哦，我内心就想讲，哦，袂歹哦，即个人有进步安尼。
所以我就电话中间在替伊祈祷。我伫哪祈祷的时，我就想讲啊，即个人伊既然讲伊需要智慧，安尼一定是伊拄着某一个伊毋知影安怎去选择的即个境遇。所以我就祈祷讲，求上帝赏赐智慧，互某某小姐伫拄着困难选择的时，我即句话还袂讲完，伊竟然大声切断我的祈祷，讲毋通讲着困难。我惊一跳，伊安尼大声一话，我真正会惊一跳，我嘛毋知安怎祈祷，我就结尾讲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祈祷煞，伊问我讲，基督徒嘛会拄着困难吗？我讲当然会啊，因为基督徒嘛是人啊。然后伊吐一口气，就将电话切掉。我毋知影即位小姐，我甲伊敢有第三摆接触的机会，但是我足望伊会当互我有较济时间，会当伊传真正的福音。毋是讲伫听到伊无顺伊耳孔的话，就马上切掉电话。因为即个小姐，伊若知影耶稣来到世间，耶稣嘛拄着苦难，但是耶稣伫中间示范义的真理。互咱看见，咱嘛会当亲像伊，伫无明白的中间来信靠上帝，并且耶稣嘛向咱显明，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就是虽然咱会拄着苦难，但是上帝甲咱同在。我想，即个小姐若真正知影安尼真理，伊就袂活甲遐尔啊无平安，甚至连听着苦难、困难这两个字，伊嘛无法度忍受。兄弟姊妹，耶稣对上帝的信靠，减互你会当对无确定的未来，犹原会当带着对上帝的信心咧。如果咱相信受伤的芦苇，伊无遏止；要花的灯火，伊无拍花，咱就会当继续坚持行伫上帝的心意。如果咱相信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虽然有当时啊咱会失望，但是咱袂跌到绝望，因为咱相信上帝的旨意确实是超越咱的念头。搁来经文是描写耶稣安怎接受约翰的洗礼。伊讲耶稣已经受洗礼，脸边对水上来，看起来是一个真普通的描写。则讲的就是浸，规个浸伫河里的安尼洗礼，真普通，亲像一寡教会因的洗礼嘛是浸的安尼一个洗礼。但是耶稣规个人、规个身躯浸入去即个约旦河，这互咱看见，耶稣愿意降低家己神的身份。约旦河的原文有下降的意思。所以耶稣行入去迄个约旦河，表示伊愿意进入咱人类上混乱、上污秽的所在。伊原本无需要接受洗礼来清洗家己，但是当伊伫水里的迄个时刻，伊将家己甲人类全体命运来绑做伙。因为耶稣毋是徛伫岸边，伫遐讲，恁遮的罪人就爱洗清气。伊是领受甲咱共款的洗礼，浸入水底，甲家己降低做一般的人。兄弟姊妹，这敢无互咱看见上帝极深的疼咧？所以咱常常会讲，基督的信仰毋是一种自我修行，毋是家己好就好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要用脚踏出去的信仰。因为耶稣就是安尼在实践伊的教示，也因为安尼，咱看见真侪宣教师因去到上危险的所在，伫遐传福音。咱嘛看见真侪基督徒因为着上帝的义，选择过无共款的生活，甚至最后牺牲家己的性命，牺牲家己的生活。伫3年前，2015年有一个影片震撼全世界，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后藤健二，伊伫2015年的时，2月初1的时，互迄当时全世界拢真惊吓的激进组织
ISIS 处决。即个人，伊是一个独立的记者，伊拢自费去到全世界逐所在去遐采访真实真可怜的故事。伊拍开遐个所在的无公义、遐个暴力、丧凶、冲突，也是战争的真相。伊望挖掘痛苦的人，将遮人的故事报道出来，用安尼来唤起全世界的关心。望讲嘛会当找到停止遮可怜的方法。伊讲，如果我会当解决遮个问题，我的工作才会当算做是成功的。因为这个人定定出现伫真危险的所在，所以伊不时甲即个死亡是擦身而过。但是伊无惊吓，因为伫1997年伊成做基督徒了后，伊的身躯边拢会带着一本的圣经。拄着问题时，伊就祈祷，祈祷煞，伊做决定了后，伊就相信讲，我安尼去做，上帝天父上帝绝对袂离开我，伊就安尼去做。每一天结束了后，伊嘛为着伊会当平安活落来，伫遐感谢上帝。伫2004年的时，10月份的时，伊去到叙利亚，伊去救伊一位互 ISIS 掠去的朋友。伫伊去的进前，伊有拍一段影片放伫伊的网站，讲：如果我若拄着不幸的代志，我家己会承担所有的责任，这非常的危险。但是，请恁毋通讨厌遮叙利亚的人民，请恁毋通对因留落无好的印象。后来伊去，伊嘛互掠去。即个 ISIS 就将伊甲伊的朋友拍做影片，发伫网络，来向日本政府来要求即个赎金。但是日本人看见即个人，因就感觉讲，你也家己负责任啊！日本人足讨厌甲人制造麻烦。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拢感觉这是伊家己的责任。某人批评讲：好好啊，你日本也是去其他安全的所在食头路就好啊。为什么你要去到迄个危险的？你家己是自找的，你要怪谁呢？但是就伫伊互处决的迄天，伫伊的网页顶面有一个读者安尼留话讲：后藤先生，你去 ISIS。进前的影片有讲，我会对家己的行为负责任，请毋通用我的死来怨恨这叙利亚的百姓。对你的死的内面，我毋但看到怨仇甲哀伤。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一种感觉，你的行动是对上帝呼召来的。直到上尾一个时刻，你用性命所传的信息是人类的疼，这是对伫弱者。对伫苦难中间的人，对伫困境中间的妇女甲儿童，共同适用的贴合。咱看见一个日本人安尼伫伊的网页安尼留言，原本人对伊是无理解的，原本人是对伊是感觉伊是家己找来的安尼一件麻烦，但是因为伊脚踏出去的信仰，互人对伊的身躯顶来看见上帝。军队耶稣的人，定定互人看做是戆人，安稳的生活无要过，平安的所在无要去。但是对遮个人来讲，因为耶稣安尼做，所以因嘛愿意学习，愿意来回应。当然，亲像后藤健二安尼的人，伊是领受特别的使命。伊做的代志，毋是咱所有的人会当去承担的，但是咱会当突破家己。咱行出咱真舒适的环境，来看见四周围的需要，然后找一项咱会当做的服侍。我讲的服侍，无论是伫教会内面的服侍，也是教会外面伫社会，这拢是服侍。用安尼来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特别今仔日是2026年的头一个主日，等一个有教会同工因要就任。因领受上帝的呼召，伫无共款的所在服侍。有遮个人真好，咱会当享受因的付出。但是，望咱的教会嘛，毋若是这几个人尔。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找着家己会当去做的代志。对细细的所在开始，你可能会当去关心某一位兄弟姊妹，
你可能会当看见伊今仔日无来做礼拜，吼，毋若是小组长去关心伊，你嘛会当去关心讲，今仔日咱无看到你来做礼拜。然后伊若有啥物代志，你嘛会当甲关怀组甲我联络，咱做伙去关心伊。这一项真细细的服侍，咱拢会当来做。我嘛相信，当咱开始回应上帝呼召，咱嘛会当伫中间看见上帝快乐甲同在。伫即段经文上尾节，是以前我看过，但是我拢无啥物特别的感受，我看过就过。但是即摆我伫看即节的经文的时，我特别有迄个感觉。伫遮讲天开，忽然为着伊开啊，即个伊就是耶稣。原本天是关起来，但是因为耶稣，天拍开啊。咱对圣经历史若有认捌，就知影伫耶稣领受洗礼进前，上帝已经有400年的时间无亲自伫向人讲话啊。咱伫马太福音前3章所看见的，拢是上帝差派使者去向人来讲话。上帝差伊的天使去向玛利亚讲话，上帝差伊的天使去向约瑟讲话。但是就伫安静400年以后，天拍开啊！这互咱看见，因为耶稣，上帝重新拍开这个门，来向人类来启示伊的救恩。然后耶稣看见上帝神，亲像钱仔降落伫伊的顶面。这互耶稣知影上帝甲伊同在。耶稣出来传福音，伊面对的是犹太人对君王的迄种期待，真强大的君王，弥赛亚亲像君王要来带咱来征服罗马的统治。耶稣面对的是罗马政权迄种真强大，亲像鹰鸟会吞食人的即种势力。但是上帝神竟然是用温和的钱仔的形象降落伫耶稣的身躯顶，这甲当时社会所期待的、所反映的，完全是颠倒变的方式。所以咱看见耶稣伊选择的，毋是用军事武力的方法，伊是用温柔，亲像钱仔，看起来真软弱、十字架的溃烂，来改变规个世界。最后，有声对天地对耶稣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这句话毋若是对耶稣身份的认同，兄弟姊妹，这句话嘛是对我、对你的讲话。伊在提醒咱，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是上帝的囝儿，这种的身份应该爱较早。也是较赢过咱来领受咱的使命，意思就是你爱先知影你是上帝的囝儿，因为伫迄时耶稣才拄啊领受洗礼，伊还未医治任何人，伊还未对任何人互因对死而搁活，耶稣还未伫海面行路。耶稣也未互5000个人食饱，伊也未做任何的代志来证明家己的身份正正。上帝大声宣告：“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囝。”有一位离开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去到一个团体叫做方舟团体的神父卢云。伊伫即个方舟团体负责照顾一个重度残障的青年，叫做阿东。即个阿东伊袂晓讲话，伊无法度讲话，伊嘛无法度家己食饭，甚至无法度家己穿衫，会当讲伊无任何对社会有贡献的生产力。但是卢云伫伊的册内面写，伊伫阿东的身躯顶学着伊一世人上重要的神学，就是阿东什么拢袂晓做，但是伊确实互上帝，确实互规个方舟团体所疼的一个人。阿东的价值不在伫伊有什么款的功能，但是伊互上帝所疼的，是伊伫上帝眼中是存在的。因为伊的存在，所以伊才有价值的。
伊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这是打破咱人类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的模式。因为伫咱的社会，咱拢知影安怎？即个社会每一工，即个世界每一工拢甲咱喊话讲：你如果趁较侪钱，我会较欢喜你；你如果表现搁较好诶，你才是有价值的。人是惯用表现，是惯用成就来定义一个人敢是毋是有价值，敢是有成功的。但是如果咱大心知影，我是上帝所疼的囡仔，咱阁有偌好的表现，也是成就，这拢无法度来否定咱是上帝所疼的囡仔，嘛无法度帮助咱讲，伫咱真软弱，也是面对充满风影的即个世界时，咱会当徛在会牢。伫2礼拜之前，我上山国小的生命教育，我伫一个6年级的班级上课时，了后我收因的课本，转来要批改作业时，我看到一个囡仔伫伊课本顶面有写，我一直哭，我每工拢想要哭，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因为即个囡仔我捌伊几啊年，伊一向是一个真乐观、真积极的囡仔，所以我就将伊的作业翕互老师看。老师嘛讲，即个囡仔成绩真好，伊嘛想无讲即个囡仔有啥物代志，互伊爱逐工伫遐哭。所以老师嘛将即个作业传互伊的家长，伊的家长嘛毋知影讲，伊的家庭嘛无发生啥物款的大代志。所以我想啊，安尼可能就安尼过啊吼。过一个礼拜了后，我收到即个囡仔互我的一张纸条啊，伊顶面安尼写。伊讲伊的目标是3工以上莫哭，3工以上莫哭，这是伊的目标。伊原本是逐工拢咧哭，但是伊的目标是3工莫哭。看到遮，我搁较替伊烦恼，因为我无想到讲伊无发生啥物款的问题，但是我想无讲一个真快乐年龄的囡仔。为什么伊会有遐尼大的悲伤甲压力？敢会是伊互家己的要求太悬咧？敢会是伊太过在意家己的表现敢有好咧？我毋知影，所以我只有替伊祈祷，求上帝互伊真平安健康来长大。伫耶稣用遐尔无合理来领受行洗礼约翰洗礼即件代志，咱爱提醒家己。伫即个混乱的世界，咱爱辨明上帝的声。咱爱先知影，咱是上帝所疼的囝。上帝袂用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来判断你。无论你是甚物款的人，伊就是完全的接纳甲疼。当咱大心知影遮个，咱才会当有气力，带着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使命呼召进入世界。虽然伫中间咱嘛会拄着，互咱无法度明白、理解，甚至是惊吓的代志，但是咱嘛相信，当咱坚持信靠、顺探，咱就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以马内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提醒阮，伫即个真容易失迷、甲野生的世代，阮无孤单，阮毋是真偶然甲存在的，阮是有你的旨意才存在的。阮嘛毋是靠表现来存在，互你接纳的，阮是因为你疼，阮才存在，阮才互你接纳的。恳求主你帮助，互阮会当真正认捌你，互阮真正会当听见你对阮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欢喜你。也恳求你，互阮会当带着安尼宝贵的身份，伫即个世界会当真平安、真快乐，并且带着好的见证来存在。恳求你伫新的一年来使用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嘛来举行同工的就任，
咱嘛请所有同工来准备。好，咱等者伫吟诗的时，咱来吟444首。咱吟诗的时，咱嘛请咱遮的团契的会长，也是圣歌队的队长、敬拜俄罗团团长、萨姆尼牧区的遮的主任来到台前来做准备。咱兄弟姊妹，咱来吟诗，圣诗444首。咱咧吟的时嘛，搁一摆提醒咱家己，咱对上帝遮来领受呼召。今仔日敢有真正清楚来听见？主你着美好的清楚，当我主心听你，照你的话来我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当你祈求我心，每日我都失败。世事我袂记得着美，当大艰苦交期，世就压力扰乱心里，听心无力改变情景，我这也是回头，受无空负心里，愿心经好心都所行，阻碍好因勇行，美好心的愿着学习，才袂空无主名，早晚无过失错，也空自分显露。主你交代我所着做，无论达到做所以我所疼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晃，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影恁着无爱伫主的，毋是空空。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来替遮的同工，互因伫主的面前，伫人的面前来就任。咱毋若是看见因伫上帝面前的日子，咱嘛替因祈祷，求上帝帮助看顾。即是咱嘛请遮的同工，咱做伙来伫主的面前来应答上帝的呼召。恁敢要领受教会的遮的职务，无论是双年团契、妇女团契、圣歌队、敬拜老团，也是儿童诗班、萨姆尼牧区遮的主任，恁敢要领受？恁有确信遮的是上帝召命也无？恁要领受遮的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教会双年团契、妇女团契、圣歌队、敬拜老团、萨姆尼牧区的遮的同工、遮的会长、遮的职务，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呼召阮做的兄弟姊妹出来担任即个圣职。主恳求你帮助看顾因，互因伫逐所在的服侍会当合主你的心意。总是主，互因知影，互因内心会当知影，并且确信的是，因是上帝你所疼的囝儿。所以无论因的表现是安怎，上帝你看重的是因的心意。主恳求你，互阮遮的同工，伫今仔日就任了后，伫团契、伫逐所在的服侍，
拢会当有上帝你极大的祝福甲同在，互因伫快乐的时，互因会当学乐称赞上帝你，互因伫失望的时，也互因会当紧紧对上帝你遮来得到快乐的保障。主恳求你因带保守遮的同工，互因伫主你的面前，伫人的面前，拢得到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互咱请同工来往后转，咱来介绍咱遮的同工。互咱第一位来介绍咱的圣歌队的队长建议长老，互咱拍鼓啊，鼓励伊。圣歌队逐礼拜拢伫遮来服侍吼，所以真无简单服侍。咱恳求主嘛继续看顾咱的圣歌队的同工，互咱嘛有欢喜要来加入，用歌声来学乐上帝嘛会当来加入圣歌队。好，过来咱是上年团契会长总会长老。吼，咱嘛恳求主来保守，互上年团契伫遮的同工会长的带领下面，会当佫较侪人会当做伙来聚会。吼，这中间即位是咱的传道魏传道，伊负责的是萨摩尼牧区的即个儿童组的事工。吼，过来是蔡松瑞执事，伊是少年组的主任。吼伊甲咱的少年带到足好的吼，咱看伫无共款的这期，遮少年讲家己自主性来为着教会的事工来参与。互咱佫来看见咱的妇女团契的会长慧娟姐。慧娟姐嘛是真用心伫筹备每一届妇女团契聚会，所以欢迎咱的姊妹拢会当来参加。咱嘛第二位佫来是咱萨摩尼牧区的幼儿组的主任婉婷。婉婷，就是齐阳长老的太太因为齐阳长老做萨摩尼牧区的区长，所以伊就义不容辞来支持安尼所以伫咱的五楼咱若有机会去到五楼看，咱五楼即马真是蓬勃发展足侪囡仔足欢喜的。佫来是敬拜俄罗团的团长徐明义，伊嘛是负责第二场礼拜的亲像圣歌队安尼的节目就是逐礼拜咧服侍。所以咱欢迎兄弟姊妹，咱继续替遮同工祈祷，咱嘛有想要参与倒一项的事工的也是加入倒一个聚会，拢会当来找遮的同工，咱做伙来甲因拍鼓仔，甲因鼓励。好，谢谢。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咱做伙来读2遍。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要火的灯火，伊无拍化。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以赛亚书章第3节。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要火的灯火，伊无拍死。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以赛亚书42章第3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57首，圣诗157首，请起立。是。
请坐。奉献，请王恩信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今日下晡12:30要召开建党跨建委员会甲中执会，请顾问委员甲中执来参加。第4点，今日下晡2点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参加。第5点，松山国小生命教育事工定后礼拜2早起8点要举行结业式，欢迎关心校园事工的兄弟参加。第8点，教会定2月16日除夕晚上6点要伫教会主办“爱在松山除夕围炉”活动，欢迎兄弟来参加嘛，会当邀请朋友来参加。那记得在1月25日之前，伫1楼公布拿登记。好，奉献的部分有错误，请中执订正。就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工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心内人客。好，伫新的年，咱嘛求主帮咱，咱会当伫主的面前，搁较侪的学习。吼，无论是读经、祈祷，也是聚会，互咱可能会当家己立志吼。譬如讲，今年2026年，我每一个礼拜我拢要来聚会，吼，这就是新的日子吼。好，啊，若咱嘛甲咱报告一下，就是咱的所有的奉献袋啊，吼，拢放伫1楼的迄个柜子内面，吼，拢是我亲手替大家写，我每写一个名，拢替恁祈祷哦。好，所以恁的月线带、建堂奉献的，拢已经伫迄个图案内面吼，咱就毋通搁摕即个椅仔顶面的吼，所以咱嘛别担心吼，咱会当伫
除非敬拜也是奉献祈祷的方面，咱会当伫新的年会当搁较侪参与。好，即是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世界吼来祈祷，咱恳求主帮助吼。每一工看新闻，我毋知咱兄弟姊妹敢有感觉主得要来啊吼，所以咱真正爱备办好家己。咱嘛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主会当保守咱即片土地的平安。嘛，甲咱真侪兄弟姊妹吼会当出去传福音，还未信主的乡亲来传福音。咱嘛为各地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会当来保守因的安全。为着建堂的时间，为着咱新的年度的时间，为着咱头拄仔所看见，才会同工因的就任，吼，恳求主会当赏赐智慧互因。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完营即事吼，伊今仔日伫遮施会，互伊着2月底要生产，咱恳求主会当保守伊，互伊规个过程拢有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咱嘛为着大院的月主节来祈祷圣食节，恳求主保守因的心，互因会当有平安，也赏赐因的家庭会当有信心，会当有疼心来陪伴因。咱嘛为着你处理疗养，但是伫接受治疗的秀恩节甲燕纯来祈祷，互因拢照时爱去病院来接受即个化疗，但是治疗完因爱转去厝里休困。好，所以咱恳求主保守即2位姊妹，互因的化疗的效果真正好，也互因身躯会当真臃肿。咱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的其他兄弟姊妹，慧玲姐、成武兄、林水长老、以礼。明月姐、当明兄、淑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生兄、明理姐、阿菊姐，互咱恳求主保守遮兄弟姊妹，也天气拢变来变去，非常的寒，互咱嘛恳求主保守咱所有兄弟姊妹，拢当真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新年的头一个主日，你用安尼的话来激励阮，互阮知阮是你所疼的囝儿，阮无受即个世界价值观所捆绑。主，阮就是你所疼的，恳求你互阮会当用安尼一个真宝贵的身份，伫新的一年，伫主你的面前重新来献上阮的性命。主，恳求你使用阮。虽然阮真含慢，虽然阮啥物拢袂晓，但是主，阮一定有一项事会当伫阮身躯边开始来做起。主，恳求你就使用阮，也互阮会当来想起即项事是甚物，会当伫主你的面前领受安尼的一个使命。主，恳求你引带带领阮所有兄弟姊妹，互阮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快乐。阮特别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祈祷，主，我们为着伫大院的月主节、圣食节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的心，虽然面对身躯的病痛、软弱，总是互因无失志，也互因厝内人伫陪伴的即段期间，会当感受到上帝你的同在。阮也要为着伫厝里疗养，也是爱定定转去病院接受化疗的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也赏赐因快乐，会当来抵挡病痛的艰难。阮也为着原因即事祈祷，恳求你保守伊的身躯，互伊怀孕的过程甲生产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也为着厝内有真侪细囝的遮家庭来祈祷，恳求你来照顾遮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互因伫照顾细儿长大的时，也互因有智慧，会当遵照耶稣基督的信仰来教示因。阮也为着阮教会事工祈祷，主，阮感谢你，呼召遐尼侪同工愿意伫无共款的职务来服侍，恳求你就祝福遮个团体，也是服侍的遮个各同工，互因会当有智慧，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伫服侍时也哪来哪甘甜。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伫新的年，阮会当继续来朝主你所互阮的使命继续来跑走，互阮无因为世事的变化在累积，
互阮会当坚调伫你，勇敢来行头前的路。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真侪所在有战争，有真侪不安动乱。主，阮恳求你会治理、帮赞，你的公义伫其中来运行。主也恳求你，互阮基督徒伫即时也会当用祈祷、用听来互相支持，来支持遮需要帮赞的人。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土地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即片土地，也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勇敢来四周围还未认捌你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阮也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照顾因、保护因，互因伫真无友善、无平安的环境，也会当将你的道种伫当地，求你互因会当道，互遮的道会当长大成长。主恳求你使用遮宣教师因所做的工，阮也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帮助阮伫新的年，阮会当伫你的面前重新来立志，献上家己。恳求你使用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吟诗了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主进来的你同在，不论其下所在，万主所理信心的安宁。他比我同主的家堂，祈求的那瓦水。地公母阿弥陀的主的歌。万主进来阿弥同在，无论其下所在，万主所理信心的安宁。他的魂上主的家堂，祈求的那瓦水，地公母阿弥陀的主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